黃浩田、毛曉珊領導主演爽快貓 Sunday Chilling Club 嘅 MV， 以一名南丫島紳士求愛為題，於近日舉行首映禮。出席嘅除咗兩位主角外，仲有歐陽克豪、梁建聰、爽快貓等人。而盧子健、吳詠霞、陳妍希則為排新劇未能出席。對於 MV 用6個月時間製作，終於成功上映，佢哋都感觸良多。對於今次嘅 MV 你第一次睇咗啦，咁對呢個成品滿唔滿意呢？見到兩位都濕身演出過，好大犧牲嘅喎。其實今次都真係好開心㗎，因為咧今次係我第一次同爽快貓合作啦，都係第一次同安信合作嘅。咁因為我都知道安信喺行內都係非常之出名，係即係好敬業硬啦。咁佢今次咧佢都真係好專業嘅，因為我哋好似你頭先咁講啦，我哋係要濕身嘅。咁安信都係好好咁樣啦，又一路都有 take care 我哋啊，或者佢自己都完全係不顧一切咁樣，好想做好呢個演出嘅。我其實我拍攝嘅時候，我只係諗緊一樣嘢嘅啫，情緒。因為呢套戲佢好呢個 MV 入邊咧，佢好多一啲關於角色嘅情緒喺入邊。所以對我嚟講，最大嘅困難係你點樣去用你嘅情緒喺一個冇對白嘅影片入邊。係咁，至於濕身嗰部分，其實我都係貫徹我嘅宗旨啦，情緒。我要令到觀眾帶入我呢個情緒，所以我係需要去不惜一切咁樣去濕身演出。好犀利啊！啱啱都聽到，再嚟多次啊！係咁咧，我諗大家都好想知嘅，因為呢一個 MV 裏邊你哋有濕身啦，亦都係有感情線嘅。咁想問下兩位啊，究竟有冇擦出愛嘅火花咧？我諗都係代好多家庭觀眾問嘅。OK，我諗愛嘅火花就冇啦，但係我哋今次就真係都係非常之有默契啦。我哋即係喺演出又好，或者喺我哋同導演度橋嘅時候，我哋都有好好嘅默契喺度嘅，因為都好難得可以咁樣去創作啦。咁我哋又可以 devote 得多啲，我都覺得好開心嘅今次。我嚟講咧，愛火花我係有嘅，因為拍攝嘅時候，你 cut 㗎嘛係嘛？for 我嚟講，今次嘅拍攝我覺得係有愛火花喺入邊嘅，係。但係嗰樣嘢唔係話同演員之間有個愛火花，因為係個角色上面。因為梅珊佢本身佢個特質啦，都好符合嗰個角色，所以喺我進入個角色嘅時候，我覺得好容易就可以進入到佢個情緒。繼續講。有情緒。另外就係、因為我好記得有一場戲咧，我係好深刻嘅，就係、我同佢喺沙灘嗰場戲，我哋拖手，因為其實我都識咗梅珊4年。咁嗰次係我同佢第一次拖手，我係出手汗嘅，因為我緊張就會出手汗，所以其實嗰陣時我嘅生理反應話。好心啊！嚟，好辛苦。最後一句。所以其實嗰個生理反應係，OK，所以其實嗰個生理反應其實間接話俾我聽，其實我係有產生到呢個愛嘅火花，係令我幾深刻嘅。Thank you。哇！見到安信你有次咪都出好多手汗咯，係可以見到安信係咪好緊張啊？見到你緊張？少少嘅。